你跟我一齊走啦，好唔好？太遲，我聽日已經係石川教嘅。證實有沒有過傾慕，是無理或有心着迷着戲，誰又會似我演得更好？從眉梢中感覺到，從眼角看不到，彷彿已是最直接。咁樣接就得㗎啦。坐住，唔好接啊，等我走。明往誰說這算是情愫？